發福部對2010年開始是來舉辦這蘇陽林的解婚的比賽，到今已經協助超過8000多人來成功解婚啊！今年是攏總有500多組報名來參加，落尾是有7組呢，這蘇陽林是得獎受到肯定的。發福部是指出，這蘇陽機關內底呢，結婚的人口其實是真濟，袂少人結婚已經食10檔以上啊，所以要徹底來解婚，確實有影無簡單。經過醫生檢查尿液，佮透過機器檢測一氧化碳的濃度，確認敢有解婚成功。發福部今年咧新竹加甲舉辦蘇陽林解婚比賽，攏總吸引全台500多組蘇陽林報名，一組2個人，其中一個負責見證，最後攏總有7組得獎，其中有得獎的蘇陽林講，伊甲解婚成功當做禮物送給阿母。太陽媽媽，今年送你的母親節禮物就是我成功戒菸了。希望我可以讓我自己戒菸成功，也可以鼓勵家人，也可以戒菸成功。發福部指出，過去收容所內底結婚的人口多，要解婚命無簡單，真需要堅強的意志，也提供獎金肯定解婚，其中首獎會當摕到新台票3萬塊獎金，另外6組也有6000塊。希望解婚成功的人，未來會當鼓勵其他的人做伙解婚，讓身體更加勇敢。松人裡面有將近40%就是一個不給飯的松人。那他們要戒毒，那首先就是要戒菸。那戒菸的話，本來就很考驗他的自制力、他的意志力。所以說，我們結合這樣國民健康署的，還有董事基金會給我們一些資源，來推動松人，來鼓勵他們戒菸。也希望說大家能夠戒菸能夠保持身體的健康，促進家庭的幸福美滿。根據發福部的統計，自2010年到今為止，已經協助超過8300個蘇陽林成功解婚，也希望未來繼續透過比賽，鼓勵蘇陽林注重健康，來當予家庭圓滿，避免離求婚的危害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